大家好啊！今日係一期詳細嘅快速髮型打理教程。Juji Mini 造型梳無線，仲要係 U 型摺疊，收埋大細同粉餅差唔多，隨身放入袋裏邊，好方便帶出門口。開機速熱咗 NCT 恒溫，有3檔溫度可以調節㗎。我日常最常用160度，夠定型又唔會太刺激。劉海咁做，第一步將劉海分出嚟，第二步由髮根向上梳起，第3步輕輕向內帶落嚟，停2到3秒，梳一梳佢，兩側嘅劉海向後捲，梳開即刻有返蓬鬆弧度。髮尾就更加簡單啦，想內扣嘅咁就向內捲，想內翹嘅咁就向內翻，一梳定型弧度好自然。喺耳邊捲出個括弧，可以顯到塊面細啲。頭頂再輕輕一捲，露頂即刻蓬鬆。佢嘅梳齒夠密，受熱更加均勻，梳起身好順。防燙箱設計，用起身更加安心。早起身趕時間出 trip 旅行、約會前補救。Juji 放喺包邊，隨時整救劉海同埋髮尾。